食住其實差唔多廣東旅遊緊俏班。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生仔，喺呢一度推介一條12天嘅線路俾到大家。博古通今，傳承華夏，盛世中華號，神玩12天嘅專列，團號為 L2ZL001，行程過程絕無自費，純玩不購物，全包景點門票同埋景區嘅交通。喺返呢一個過程當中，專列全程同一鋪位，行李無需左搬右搬，輕鬆觀光。行程方面，我哋會去到河南嘅洛陽、陝西嘅西安、四川嘅成都、貴州嘅貴陽。第一日嘅行程，我哋就會坐上咗我哋深圳嘅出發嘅列車，就會喺返呢個過程當中前往河南省嘅鄭州市。第二日咧就會到達我哋嘅鄭州，欣賞我哋嘅河南省博物館，以及佢嘅歷史文化名城洛陽，歷史底蘊嘅洛邑古城。第三日就會到達我哋嘅龍門石窟，中國第一古剎，乘坐盛世中華號專列繼續前往13朝古都西安。第四日就會到達我哋嘅西安，欣賞我哋西安嘅博物館，同埋世界8大奇蹟之一嘅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。行程嘅第5日，亦都會去到我哋嘅西安明城牆，車觀西安嘅標誌鐘鼓樓同埋大雁塔。第6日嘅話咧，繼續乘坐我哋嘅盛世中華號專列，抵達我哋嘅巴蜀文化旅遊走廊新地標黃龍溪古鎮，以及成都嘅新十景之一嘅寬窄巷子，漫步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街區。咁啊喺返第7日嘅話咧，就會去到祖國嘅呢個國寶熊貓樂園啊，亦都會去到我哋嘅世紀項目嘅水利工程，欣賞一下我哋嘅呢一個都江堰嘅宏偉之處。第8日亦都會繼續乘坐我哋嘅中華號專列前往貴州省貴陽市，去到亦都會睇到我哋嘅黃果樹大瀑布、暢遊吐蕃塘瀑布同埋天星橋嘅風景區水上石林。第10日就會去到我哋中國最大嘅廟寨西江千戶廟寨，居高臨下咁樣俯視廟寨嘅全景，呈牛角形，非常之壯觀啊！亦都可以欣賞到我哋苗族飛歌同埋苗族嘅競奏歌。第11日就會去到我哋嘅清水江上嘅明珠夏思古鎮，欣賞暢遊夏思牌坊同埋陽明書院等等嘅美景。喺返第12日咧，就會將到達返到我哋嘅深圳，再返回大家溫馨嘅屋企啦。所以咁豐富嘅一條線路，玩咁多地區嘅一條線路，歡迎大家叫埋你哋嘅親朋戚友一齊嚟報名啦！唔該晒大家。